属牛的，在这个滇农这个茶地里挂，我说滇农茶一挂名字跟俺说，叫南城日然。牛，我说牛啊，这个属牛啊，日然是对的嘛？说是这对的，就是牛本来就是自然中生活，就说这个。他说日然就是这个名字好听啊。在这个南，我们这想法的，这个年轻的想法的，和这个老日头这里上，这就是那种是一种过程呗，都是啊。原来这种过程，像我妈说是就这个，成个故事了，就这么个嘛，是吧？我们在南就现在的了。Did you ask about the babies? Oh no, I ask. It's a little strange. 아까 선님도 블레이스나를 갖고도 주요 연대라는. 在那个这个说不清楚这混着呢。啊。아예님도 몰라 블레이스나를 갖고도 이거德拉郎山. 嗯， 진짜 주요 연클라 연대라라. 那个不是， 아예 선님도 사. 听我有。 아예 니 손주선나를 갖고도 해야지德拉. 嗯，我们在这里那么点不知道啊。 어. 反正这质量来这来好着嘛，反来正是。回的嘛，你看这正确这种这个啥那个没有，他这个是有点都的是。南都是这种，这是不东北我们这个。嗯， 그래서 아예 라스트도 사게 거자고를 한스 인걸 해야지 나가라. 너 내스게 야지德拉. 哦，你们的没有？有这一两没这些呢，就说那个怎么东这边呢？没懂的呗。 어. 不东北就是那个，像我们这里。 是没来的。啊，对，老奶奶们是办的多了。像我们这里是办这个大发呀头，对吧？结婚的时候呢，在这个我们这里的香酥呗，这是啊，马钱呀，是挖针啊，是这里一挂香酥呗。像这个姑娘们一挂转灯啊，是新亏成这是一挂是这个有道理的呗，这个那时候是这先人过亏样是流啊来的呗，这是。你接着这个唱个歌曲嘛，是这新个亏成嘛是，你他那时候他不过是他行着嘛，他那时候。 程序啊，他就不知道呗。这做个是只能整两步子，整啊是挣些钱，就这个呗。他就这个那个嘛，就是他那个程序啊不知道呗，都不知道。哎，他的那个根源他就不知道呗。Okay. This old man, the Huala, when he was a young man, can he remember his father or grandfather talked about Nadun? Like when his father or grandfather was... I have asked this question. You already asked? Yeah. They danced the Hui show and the mask's performance. Yeah. In his time or... Yeah, that was many years ago. Yeah. Not his time. Yeah. But I'm curious if his father or grandfather said anything about it that he can remember when he was young. 아예 라시도 다스나 아예냐 아예 사게 나두냐면 클라샤 나두냐면 그 방지클라 나두도 없네. 얘는 그냥 얘 저거 네가 먹은 这你们的没有？不知道那个哪多哈？现在老一般的我看这个传送啊，那么的都是拿。 从这么从什么都是花牛去的呀，你没听嘞？这问会的了。哦，会上以前是这个老人家，你们这是俺现在这个太爷阿爷嘛，我们这个传说法这个会，这个头里我也说过呗，这老啊这。Okay. Another question about when he was young. In the village, did they have like more or less livestock, like sheep, and in one family? And were the crops that they grew, were they different or same? when he was young. Yeah, like young man. 아예님 라시도 님도 타르고 존자만 니들 클래스터리. 에이, 왜 아예 라시도 주요 연타라.那些미국 배분데 사야 저 구초와 그 무슨 배 처음 최고도 배 저那路子多了
球知道的，红根根不也球球的这个这个球末呢是一个性质，它俩基本上是两回事。这个吃面，球嘛球苗了，哎，基本上上来。球么它是红干干落叶子的都哎，是。这个球那个，球路根根没，哦红根根不是，苦椒落干干，苦椒的面是吃苦着叫的。啊，球胡根弄黄个没，好了，是干我个这没去，蛤蟆球了这个球，不是不是嘛？不是，哦，这球末球就到了，球那哎个不是你球嘛？嘞，球末是这球末球都的。么是干不，我们小中苦椒呗这个。比面牛哎，哦，我进去全部面前推上是，推上出上装包谷准的，蘑菇米准备小中间，包谷没有，水地里边么是，哦，我明怎么是这？米子了，这米小年了是那个了，来是群众来了米哈，面皮哈了是来了都有没点有了都，各大那些都个是这，那么这光阴着没讲这年着哪里了？就球啊，球没啊，谷子你还知道不知道？不是这一个人这边，哎，对，这么个上谷子的。是要没这哪吒么？哎，说那咱么，谷子米还子，是叶末知道不知道？就我们这个个大叶末那个上的，那个是也么是也么种青口子啥那个么？哪吒深刻比如说冬天的。这一个别是这哦嘞，哎，咱这么个上。苦的子那个。我听得说，那时候90后人做那个。那个了过年的嘛，总吃点也那那个个咱们吃还是好吃。那啥也是谁摊儿的啥也那谁也帮我，包括这家有穿毛没？没有水果的呗那么。啊，那时候水子嘛又是个水果的。啊，水果是种植事儿啊，上回。哦，不少啊， Did he Sure, talk but about sure. the livestock? Like more or less or different? 这啥也是成都阿姨他们那些是伢手来往吧，啊，牛要那牛浪吧，牛羊啊有了。你别啥来没得穿嘛，那届我们民国18年，你们不知道，民国18年我们的同几个诺家30个生了啊。哦，民国18年，我们一个大骡子了，你说山后些八样人些，那个混情况，不说话了，你个估计，在那个市井里嘎绳子了，将一斗换了呗，是升呗。哦，就是个骡子了，你那个的，那还没估值这40几个羊，40几个轱辘呀，10几个羊，宰着不吃啊，弄死着弄着有了呗。那届的人点动着，哦，咱也你别啥无人没那穿嘛，啊是，那届是养过的狗白种这些。哦，那是多，5块美元应是什么收费？哦，我们的瓜把一个120个一马推荐了。哦，那时候就收入嘛。 Last question is about when he was young, the Shreito or Paito, what was their job when he was young? What did they do in the village? 阿姨他님도配头哪里边那个水配，水培，了，水培这个水培周家里带给有了，这个大组长，啊，大组长这个里上来的，配头，那对了，那个有了。那个有了，那都水培和水磨那个成立着是。님도不晓得的了，配头嘛，配头好像配头就是了，苗关培头苗有了，关，这是苗上的，苗上哎，苗上的。那个上手的呗。你别啥个配头养了主要，当时我们这是配头是原来是，这个法师有的着，就这个法师就来以后，就这个法师到这个庙上，到这个8月21、22的会师，20这晚上叫法师打着唱着一个都是，就这么个鼓囊是，打着是唱以后是，在我们这个众人知道嘛，这个上就是百姓们把纸那里一嚼，个人拿着一张纸，就一嚼以后是这个就是叫这个剪给的时候啊，这个这些，就是剪是那些就打着唱着一样过去。 都家里下来，这个配头家里我们专门那个不给打的，一晚上。这打把以后是这个22这天回国了，我说是那时候家这个生活紧张，我们是在这个就那个盘你们也整这边那个盘啊，在那个家10个给嘛8个给成那个盘就罗藏拖着家里送起来了。现在这个法师嘛，有以后是只能是做这个啥事情到收个钱。
我们这里是，咱就这个你看说个比方，咱五月丹阳到了，我们庙上献个羊里边啊，咱就这个配头这事情，他就这个一户收5块了嘛，收10块了，这个钱是收羊买的来。五月丹阳这天到，他这个水一挂庙上担好，柴一挂弄好，中时就上去，众人一挂上去是才就献过去，肉就分大锅。好了，一吃这个挂起来。肉和分子打住，我们分子打的，几个分子打住？我们要打60-70个了吧？人家在那边的这边你们得3国的。日分子的，这种是日子抓给这边这种日子。发那个杯子了，杯子。看你那个种。杯子是让大个说的。在那个啥子地方有？看上你给讲，这是讲究那个就是私人家里吃可以个，这个众人这可以个都是。众人不是像这这么打这个宣言是个多的是点国给是个这个在啥子这个没有，在日本私人家里吃这种后半个这东西放的也有的，在这羊腿子个放的也有的，这个啥子这个没有。庙观是只能点香，在啥州上没有。只能点香。对，只能点香。他们都不是庙观那个研究全看。庙观是我们那时候是06年，总来说我们是这零。配对也零。咱上比今年我当了呗这个庙观咱明年都是他这个下家的多。咱你们这哪都来上了？咱我们这配对也是这样。咱这个我们这个3个队是这个我们2个队这个当3年配头是，咱这个我们这下面这个庄子叫板蛋了。这个日子我们吃的1年，1年是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年轻人们也蒙不出，我们是就自己挂抬着这个虫子出来的了。出来是叫法师来是打出虫子来，这么着没挑着嘛，这么过的。现在是这个人没有，这个老汉是。就再也抬不出来，我们是庙上去是就翻给过这个房间，这种这简单过这个。你别不是个庙观给选去，这边。咱庙观选的，庙观只能或者20个这庙观选的，庙观是只能是点香嘛，点灯呗，再就是其他事情这个就啥不管。庙观呢也是选看。庙观是对我们今年这个说个比方说这个，假如你看去年这个庙观换了呗，在今年再不当了呗咱快新这个。选的呗，咱这个今年去年当完的那个是，咱这个馒头8给一个，他给过一个。咱这个今年这个庙观选的，他给一个馒头，今年人家庙观都了，你就这个馒头你这在这个锣鼓，这小光是他就过了。他不管的，他不当着说不上来，这个这个匀的呗，他的。还是或者在还是或者匀的呗。还是或者在就1年嘛是。1年呗。庙观还是1年。是庙观也1年，配头也1年呗。你也不说呗。不说呗。你反正大小伙说就你就人家这个选下了是，你就要个顾着点个去呗，想法是。反正人家配头这些活，庙观这些活啥主要是过去，这个咱不管。1年是就8月22这一天过去了，23到6日，再加这个。那个人在快上不点6都了，那个配头也不管6，23这天到6日，新选的那2个人快。您都配头庙观是不是个1年都回日天多没？在讲这个是端午节这个。端阳节这个在这个6月6号6月6都没有这个事。6月的6月6这个啥叫端阳这个2天是像我们这里这种风俗习惯，现在来说是就是给个羊献个羊，这个意思是就是当个过日，就这么这个意思。他6月6的还是混的讲我们5月端阳猪也献了过。咱相比咱这几年这边是个猪价大了的，价格一个狗是在这个猪献不起了。你猪献的你没见过是？不是在猪也献的了，我们5月端阳天羊也献也成猪献也成。羊又是在猪不献。猪献在羊不献的。这个我们只能见过2次，我们庙上献的，在我们也没见过。猪献是哪里面的？隔几年这边的是。不，这个是你年年献也成。猪还年年献也成。年年献。咱这个看肉价里头了，咱说个假如在这个肉3块下来了呗，猪肉。这个就肉便宜了呗，日后这个收几块，这个就收7下了呗。前也收的多嘛，这么是，就这个猪个线上，
咱相比这个猪上个1000多2000是，这个猪先吃了1400是，这个羊啊都拿去线上哎，这种个个便宜是那个闲的嘞，羊3年个黄没？哎，你羊在年给这个月亮这个5月丹阳，对呀，上这个。从现在是这个5月丹阳日过是。跟你们也转着吧，可能。转山着，就山转着了。在这几年没转起了，没转起这是人没有是。没转着，路还没上，组织上不起了，这么实在没转起了，插配也是，就这些一类是挂着当国语，他这就这么个意思，在这个其他这啥你个没，像个羊这个是挂着当国语。啊，这就今年这1年这庄稼就平淡这个丰收，就这个。哎呀，你们救火这窗吗？啊，救没活的啊，救没活的，我不活烧火去，救没活的。啊，这样的，他是都发事情了噻，以前他说年请了是。年呗。年啊。啊，年照这个，那几年是这个法事多啊，多是我们这个就甘肃的一个亲戚，然后那2个家他那些。甘肃哪里发事的？这个是大圣坪。甘肃啥这个大圣坪那个法师花江8班打法师从那个花江当着了。主要是这几年在这个法师叫不上，法师也少。总是在我们也没叫。来头咱这几年没在。哎，别7、8年说了。7、8年说了。只能就他来呀，就那几年我们叫了一个法师说，怎么叫过？他来的就那年叫的，他原个还不上是的，他这么叫吧。就那几年就这个往关厅政治就这个多海生界叫一个正宗的这个，正他叫了一个，不是怎么叫过这个。然后你看这个迷信这里啊，说假如你说这个。让你们抓个箭路说这个对了，我们只是这个说来抓个杆虫，这么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家一样，他这个道理是，都是。像这个人啊，啥困难给遇上了，就这个人可以个人本接着这个说一卦，就这个人帮一卦，就这么个道理呗。像这个箭一个装了，也这个佛爷嘛，也这个开始这个话说的，也就这个他这些困难解决一卦，就这么个呗。说个比方得了个病呀，就是你说这个病个好给嘛，就他也全说这。就这个意思呗，都是这种这个，反正人俩一样呗，他这个。咋样？你们那些都是你配头是管理困难，还是哪里你别困难？行的。在国日方面，你们管理配头是？对，明白。会的，你们这边的跳的会上，多吗？我们这行的。啥也没那些都不少，你配头是管理苦事情就你拿中草而为。这就端午节个、端阳节个、6月6个，在国日方面两管了。这上面管，在上面管着。没管。你贴着两块不是你打死你给是管的不？还是管哪个？我们这个弄得复杂么一个，我们这会不挑上，我们这会不。